戏曲激情碰撞，荧屏内外非常有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非常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钱云。有人说，固定的舞台使得戏剧艺术备受局限，但如果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又正是舞台赋予了戏剧无限的魅力。舞台上的一切鲜活而短暂，易逝而不可复制。正因为这样的特点，戏剧才得以跨越时代，征服万众，留存至今。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艺迎来了文革之后的全面复苏。老一代艺术家虽然鬓发斑白，青春不在，但他们被压抑了10年的艺术热情，像开闸的春水一样奔涌而出。此时此刻，重返舞台成为了他们最迫切的愿望。1979年9月，也就是建国30周年前夕，上海电视台拍摄制作了一部电视新闻纪录片《粤剧十姐妹和新一代》。这部片子可以说是一次珍贵的记录。透过当年的影像，我们依稀看到苦难在艺术家们的脸上留下的沧桑，看到了他们重生后的欢悦和对艺术、对舞台的眷恋之情。你在叫什么？我在念经给你听啊！现在我屋里开心呀，就是动我里进了面，你的眉毛像天天，我爱你在心中那点，你呀，我怀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与你奢望，你不为难，我问你，这的前日必不言，啊你呀，我是一天就动情你，一次你苦悲伤脸，这是一天的动情你呀，你我真好像山河恋送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一对小儿女一见钟情，妙语试探，可以说是情趣盎然。1979年，袁雪芬57岁，尹桂芳已是花甲之年。浩劫过后，这一对老姐妹再演山河恋，虽然眼神动作仍是那对痴情小儿女，但个中情味也许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了。在录制这段节目几天之后，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越剧院联合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这一天，尹桂芳重新登台，与袁雪芬一起唱的也是《山河恋》当中的这段送信。容纳1万多人的文化广场座无虚席，有些观众乘飞机从香港甚至从国外专程赶来。人们要看尹桂芳，要看袁雪芬，更希望看到荒芜已久的戏剧舞台上重现勃勃的生机。幸运的是，演唱会上的送信当年也有录像。今天就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版，重温一下这31年前的感动瞬间。里面苦与悲。
不是无咎，我叫神仙，要到无疑吗？那还让你听他一声，请早的。无咎来了，见过无罪，去了去了。我你有娃只管对我家，我然为你做不亲。这样说来，怎么处罚了你？这样说来，我就让得了你不放心。本小姐到此一如火，我特地前来送此信。这封事情我真想，那不罪的妹妹应得意，她不是为人无惧无中啊因，此事我已告知你，那里在想把话逼他的去供他不肯，故所以二中写好信一封，他叫我送于无罪偏下。你把父亲教育我，父亲你就多于那无救罪，可是我也想和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事情来教育我，我与你送一岁新婚。我不是痴心，是苦心，痴心在来啊！我记得心再不苦心要放心，我苦在于那王本心，在我的口，在你的心，在因那举重要举新婚3年，年逾3岁，你是说吧？妹妹你在讲什么？我在念经给你听啊。现在我和你开心那年，就是从和你见了面，你的眉毛像天线，我无爱恋在心那边。阿姨呀，我和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与你在话你不回答，我和你一件事可敷衍，阿爷妹呀，我是一天就送进你，你知你可会家母啊
河恋》对于越剧而言，不仅仅是一出戏，更是一次抗争，一段历史。看过电影《舞台姐妹》的老朋友们，一定还记得影片里的10姐妹联合公演，那是实有其事的。当时的10姐妹秉桂芳、袁雪芬、小丹桂、竹水昭、徐玉兰、张桂凤、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吴小楼，在1947年的旧上海，为了摆脱戏霸老板的剥削压榨，想自己造个剧场，于是姐妹们进行了轰动一时的联合公演。到了1979年设置这部专题片的时候，虽然名为《越剧10姐妹和新一代》，但王文娟、陆锦花等艺术家也一一亮相，可见当时的电视工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一个称谓，而是把眼界放宽到了一代人的身上。大家刚才在片中所看到的袁雪芬，当时57岁，重新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还不到1年。袁雪芬的代表剧目众多，为什么偏偏选择播放了她的《祥林嫂》呢？原来在1978年，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刚刚被拍摄成了宽银幕彩色影片。《祥林嫂》对袁雪芬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早在1946年，她就将鲁迅的作品《祝福》首次搬上越剧舞台，受到田汉、许广平、欧阳山尊等进步人士的称赞，被舆论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1948年，《祥林嫂》还被拍摄成电影。但是袁雪芬对《祥林嫂》始终不太满意，分别在1962年、1965年从剧本到演出都做了大幅度的修改。1977年演出时又做了加工，真可谓是30年磨一剑。
呀，你会呀，你会呀。1979年是上海越剧院演出非常繁忙的一年。前面我们说到，因为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观众对传统戏有着非常迫切的欣赏需求。同时，老艺术家回归舞台，也使得整个演出市场异常红火。在拍摄这部越剧《十姐妹》和新一代期间，范瑞娟和傅全香就正好在演出他们复排的，在观众中颇有影响的《孔雀东南飞》。在其后的几年中，《孔雀东南飞》多次上演。1980年11月，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艺术家还把这出戏带到了香港。1983年再次赴港演出回沪的演唱会上，两位艺术家清唱了《雀盟》《雀玉》片段。两位老师一身灰色小西装，不经意的一点小点缀，现在看来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印记。红旗我有啊向你送远言，昨夜晚我眼神为你哭泣，总有一日前还去，在家中要想出路难开开。来子啊，我带你过来送给你，你却是这一要引不开。自古到康熙帝。无辜遭腐朽，你名字烂子无辜完，为什么你惧怕母亲不开？不惜恩义一段的，夫妻今晚也无缘，你和我今宵离别啊，我你死生永不再聚首。哪个要你来送礼，谁人要你来送远远，你是去啊临盘上门少女君，木兰子无法与你起来安走。你我夫妻今晚千秋万代永不朽，在什么灵牌高门陈家儿，恰恰且用来摆酒，我与你
来自哪里在外家莫再有，无论是须得我压力国家中，就娘亲讲理说，来自堂上此事我承认，我从前平江一次来相认，从前啊你无需为我做马女，不是从此不难过，来自万事皆因我承认，娘亲与你无大仇，你娘亲的心肠我看透，是法谁了他几门，我如今我已成了罪啊，你无辜万把落马在，我莫只害你蒙了血，你顾少情为外一酒，来自你不念某些年当初你谈年不莫年老没年幼，来自你一种手一种为家家我我与你是第四位手同他手，总在分开不长久，因为兰子将一动情啊，只有人来梦记仇。在拍摄越剧十姐妹和新一代的1979年，徐玉兰、王文娟和徐天红也正在演出他们复出后的又一部传统戏——抒情喜剧《西园记》。当时演出非常成功，有越剧迷在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含着热泪笑着说：“越剧复活了，越剧的青春又回来了。”徐玉兰和王文娟被观众们称为越剧舞台上的并蒂莲。生活中，她们关系也情同姐妹。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婚事也是徐玉兰牵线搭桥。文革开始后，她和袁雪芬、王文娟一起被打入牛棚。徐玉兰后来回忆说，因为不懂种田，他们常常闹笑话。王文娟为了给菜地松土，把菜根都铲断了。袁雪芬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到收获的时候，看着向日葵长得都蛮好，可是里面的籽儿都是空的。而在工棚里，所谓的劳动，其实就是把诸如《红楼梦》《西厢记》等各剧目的道具、布景什么的通通拆除，然后反复清洗。1973年春，徐玉兰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审查结论获得了解放。林妹妹，今天是走户道尽，天上神迹，是第一件称喜满意的事。
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走上，老爷爷在外面走上你。齐丹玉，你告诉我，放在抽屉那位埋着的是谁？姓戚的二妹妹？这个姓戚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咱们林姑娘的老爷子府娶的是宝姑娘啊。去的宝姑娘，宝姑娘。是的是宝姑娘。我们的女儿的妹妹听进去，也会不是他们。你像个东北呀，东北的。为什么？保佑！不要紧，孙大将们都会的。这十姐妹当中有4位花旦，3位小生，此外还有3位老生：张桂凤、徐天红和吴小楼。早在解放前，吴小楼就常与袁雪芬配戏。袁雪芬称赞说，与吴小楼一同演戏，相互之间交流及时，即使一个不甚重要的细节，都能在相互交流中很自然地向前推进，感到得心应手，十分融洽。
1979年的这部专题片为我们留下了这位老艺术家教学的画面。1974年4月，上海越剧院学馆，也就是当时的演员训练班正式开学，学制6年。当时吴小楼演出之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学馆教授学员。他对学生说过很多至理名言。他说，跑龙套也要有个设想，无戏当中要有戏，要带戏上场，跑到舞台上去，要真听真想真看，这样就是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有出场之前要有充分准备，唱腔也要自己创作，要有新意等等，为培养越剧青年演员可谓是呕心沥血。吴小楼是越剧著名老生，在演唱上颇见功夫，擅长演粗犷一类角色。十姐妹和新一代，这当中的新一代主要指的就是1974年进入越剧院学馆的这批年轻人。时光荏苒，现在的他们都已经是越剧舞台中的中流砥柱了。下面我给大家看一段录像，电视机前的您能不能认出跟在陆锦花身后学戏的学员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到学馆排练厅，看到陆锦花正在教学她的拿手戏《田径姑》。陆锦花是越剧著名小生，她曾扮演过许多角色，深受观众欢迎。干嘛去啊？上不了名字，那去他打领啊！一打两道路兵，一打两头本家俩，一打两不真的营造长平啊！没错，这个学员就是后来在1986年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荣获3等奖，为观众主演过很多经典大戏的陆派小生许杰。从陆锦花师徒的神态当中可以看出当年学馆教学的认真和投入。越剧陆派的表演潇洒飘逸，唱腔也有着鲜明的特色。傅全香曾在回忆他和陆锦花合作情探的往事时说过，我是一个陆迷。有一次演情探，陆锦花在伴读时唱一段黄卷青灯的拆调腔，我只觉得声声入耳，非常好听。等陆锦花唱完，我已经如痴如醉，忘了自己还要接唱2句，当时只得让乐队伴奏遮掩过去了。忘了娘主子，害你这个书呆子
刚才叫你儿子，怎么一下你就忘了呀？娘子稍等，小生来了。你在做什么？做针子，让我看看。凉了，快去吧！不许我看，我就不去。是一方密码布，我会做的。你想，我还会替别人做麻子吗？你替我做了许多麻子，又做它无用啊！你深夜用功，两腿受了问题，需要密码布腿才好呢。娘子是吃体体，小生没吃来吧？不要这样子。舅妹，你等一等。去，娘子，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大，在等人言上就应事，实得告诉，听见娘子紧紧动向永娃富贵。娃娃，你自己这样子也用过，这为的是永娃富贵吗？是啊，常言道得好，常言长夏无人闻，一举人名天下知。一旦中了上药，我就什么都有了。这万人王王啊！我忘了陪你长夏不人闻，我忘了寺门外一起在安营，我忘了陪高配无为地头。
一定也以为三大父你倒十分高明，明白你得去看一看嘛。是的，娘子。剧《十姐妹》这10位著名演员中，小丹桂早在芳华正盛的时候就被旧社会的恶势力所吞噬。竺水昭在艺术生涯的辉煌时期被10年浩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而就在今年5月，徐天鸿先生又离开了我们。大师陨落，岁月无情。徐天鸿当年把自己的得意弟子赵志刚推荐给尹桂芳的时候，赵志刚问过徐老师，你为什么舍得让我改学小生？徐老师回答说，为了让你更有前途。这一句话说的大公无私，足以显得前辈艺术家对学生对越剧的赤诚之心。小女有病将才会会于心我们从一部1979年制作的专题片《越剧十姐妹和新一代》说起，对1979年前后越剧界的人和事做了一番梳理，并欣赏了一些他们的代表剧目。事实上，在《越剧十姐妹和新一代》这部电视片中，虽然提到了新一代，但并没有展开笔墨。所以呢，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把目光投射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期，看看越剧界的新一代是如何通过和电视的强强联手迅速成长起来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电视戏曲激情碰撞，荧屏内外非常有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